歡迎光臨啊！拉斜啊，唔該。入嚟呢間 cafe 嘅每一個人都有唔同故事、唔同困難，但其實好多時喺處理事情之前，都可以由處理情緒、關懷同照顧自己開始㗎。唉，自我關懷邊有咁易喎？自我關懷包括3大元素，首先係善待自己，以及普遍人性觀同埋實踐靜觀。普遍人性觀係一種信念，提醒住自己人係唔完美，冇人係萬能，所以要有善待自己呢個行動。再透過靜觀呢一種實踐嘅態度，喺日常處事甚至行路、飲食嘅行動中都可以實行㗎。我有好努力撳住啲負面情緒，等自己開心啲㗎喇。自我關懷嘅第一件事就係要試下接納同處理自己嘅負面情緒。面對挫敗、悲傷、失望、恐懼等等嘅感覺都係正常㗎，因為困難、問題、情緒都係確實存在。靜觀可以幫你培養一種開放、不加批判、接納嘅態度去看待困難，一齊去正視呢啲感覺。咁你而家心入面有啲咩情緒啊？一諗到之前做嘢好挫敗，嚟緊又有新嘅嘢要面對，真係好煩，我心好不安啊！我唔想咁啊！無論係嚟自過去嘅負面情緒，亦或係對未來嘅焦慮，首先我哋要活在當下。Sorry 啊，其實你提到嗰個靜觀係咩嚟㗎？靜觀 mindfulness 又稱為正念，由靜觀療法創辦人 Jon Kabat-Zinn 推廣到現代社會，係指我哋有意識咁將注意力放喺當下，覺察每一刻身心嘅經驗，允許、接納而唔給予評價。靜觀其實未必需要好特別嘅行動，而係重新去做大家平時好多已經冇特別留意嘅日常活動，專心留意咁樣去進行。最重要嘅係留意喺過程中出現嘅不同諗法。我哋先由呼吸開始啊！3步呼吸法，第1步覺察，留意下呢一刻你有啲咩念頭，認知同確認下自己嘅心情啊！掃描自己身體，感受下身體狀態。第2步係專注呼吸，採用腹式呼吸法，脹起肚吸氣，縮起肚呼氣。自然咁呼吸，唔需要特別控制，等自己聚焦喺當下。最後再擴展覺察，留意下自己嘅姿勢、身體狀況、呼吸節奏。用呢個方法呼吸真係舒服啲喎。日常生活入面都可以融入靜觀㗎，只要提高意識，不加批判，都可以達至靜觀嘅效果。靜觀飲食則重於飲食體驗、身體上嘅感覺，以及對食物嘅想法同感受，去提升進食嘅幸福感。專注體會慢慢食，感覺壓力都少咗。冇錯啊！研究表明，靜觀同靜觀飲食都有助降低被稱為壓力荷爾蒙嘅皮質醇水平，舒緩壓力㗎。唔同研究都顯示，靜觀飲食係可以減少情緒性進食，減慢用餐速度，改善消化，從而減少部分消化系統疾病。靜觀步行嘅方法同樣係專注當下感受，每個禮拜可以抽10至15分鐘練習。步行嗰陣，首先專注呼吸同留意自己步伐，提腳之後留意腳掌同地面接觸嘅感覺，然後踏出另一步，留意重量轉移同呼吸，
由你鼻腔、氣管、肺部、空氣係點樣流動，同你腳步點配合，可以試下仔細感受動作嘅轉變，調整自己嘅速度同節奏。Sorry 啊，我仲分心諗啲無謂嘢。靜觀嗰陣，如果你覺察到自己分心係唔緊要嘅，同自己講，下一刻返去當下，覺察到自己分心，亦都係靜觀嘅精髓所在嚟㗎。靜觀步行係隨時隨地都做到，當然你都可以特登安排時間去一個新嘅地方行下，去感受自己同環境互動。當每一次靜觀步行結束，都可以用最舒服嘅方式站立一陣，慢慢結束練習。我成日都肌肉繃緊，咁有冇靜觀伸展㗎？有，靜觀伸展同普通伸展嘅主要分別係練習嗰陣要額外嘅專注力，聯繫身體，感受每一個動作所帶嚟嘅感覺，保持覺察你嘅身同心。我感覺到我舉起手臂嘅時候，原來係拉動埋背脊，同埋伸直個身，呼吸嘅時候，我內心會平靜返啲。每一組動作調整坐姿，又或者完成嗰陣，都可以用幾個呼吸嘅時間去留意身體當下嘅感覺。呢個動作個小腿好扯啊！靜觀伸展係着重大家用開放、不批判嘅態度去看待同接受新體驗，即使係好似酸痛又或者緊繃嘅唔愉快感覺，學習去接受同感受，都有助培養平常心去面對事情。當然啦，覺得唔舒服就要適可而止啦。自我關懷對面對生活同壓力都非常重要。自我關懷嘅3大要素包括普遍人性觀、善待自己以及實踐靜觀，令我哋即使身處喺困難之中，仍然可以好好咁照顧自己。